저긴도 닫잖아. 저희 주장.
各位評判、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午安！今日係第4屆希聲辯論小學杯半準決賽。今日辯題為教育數碼化對小學生發展弊大於利。首先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評判，佢哋分別係香港樹仁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陳星宇先生。第2位，香港恒生大學粵語辯論隊副隊長李正熙小姐。第3位，香港浸會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孫旭升先生。感謝3位評判在百名之中撥款出席，並擔任此次比賽評判。接住為大家介紹今日辯論員：正方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主辯黃月芝，一副吳定儀同學，二副汪正同學，結辯李依喬同學。接着反方番禺會所華人小學，主辯黃希婷同學，一副陳允松同學。二副馬博瑞同學，結辯連程友同學。請問雙方對賽規有冇疑問？由於時間關係，我哋唔會詳讀賽規。咁今日賽制係3-3-3-3，有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2分鐘。請問有冇疑問？冇關，比賽現在正式開始，有請正方主辯，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在座各位，教育數碼化根據教育局99年嘅定義，係透過運用數字工具，促進科技與教學融合。具體表現喺學習中過程，越多使用平板電腦取代紙本或書寫，模擬網上逐漸取代實體學習，甚至結合科技發展使用新程式人工智能。經合組織2023數字教育展望報告強調教育數字化轉型趨勢。然而，辯題要做嘅係利弊比較，故此衡量辯題就要針對小學生嘅發展需要，審視教育數碼化下對個人發展及群體所需要培養嘅能力帶嚟嘅負面影響更大。我方認為教育數碼化弊處更大，原因有意帶嚟以下2大弊處。第一，削弱學生核心能力，不利長遠學習。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鍾新華教授指，小學階段要培養起學生閱讀素養嘅核心，先可以俾佢哋講仔咁去吸收各種知識，完善知識結構，形成終身學習嘅能力。然而，唔少國家都有研究指出，數碼化不利學生重要學習嘅能力，唔單止推行咗30年教育數碼化嘅芬蘭，發現咗學童專注力下降。從17年推行教育數碼化嘅瑞典，發現教育數碼化對小學生嘅基礎學習能力，例如閱讀與理解成績都出現咗負面影響。教育部長艾德弗魯指向咗過度仰賴電腦與平板係會導致呢個現象。為此，教育部每年都會投入4000萬嘅歐元於採購傳統書籍，學校減少使用教育科技產品嘅時間，甚至陸續用返傳統紙筆書寫模式。第二，科技教育模式削弱學生核心能力，削弱學生探索精神，不利多元智能發展。數碼化下，人工智能無可避免成為教學嘅一部分，而小學最應該學習嘅解難能力，但就會被弱化。愛丁堡大學數位教育研究中心嘅研究員威謙森指出，新程式、人工智能等教學工具普及，會對學生嘅學習產生退化嘅影響。小學階段遇到困難，習慣凡事就直接去問人工智能。
好可能會失去自身嘅探索精神，都會失去學習嘅成就感，不利長遠建構良好嘅學習模式。南韓早前南韓引入數碼教科書，逾5萬名家長聯署反對。最後想問有方，如果數碼化利處更大，點樣教育先進國家重新翻返去傳統教育嘅方向呢？多謝大家。正方主辯所用時間為3分11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問嘅全事宜。是咪？在座各位大家好，教育數碼化係一個將數碼科技引入教育模式嘅過程，以提供新價值同埋機會，例如將傳統教學設備轉換成數碼設備，或者運用數碼軟件輔以教學等。聽完有方主辯嘅發言，有方同學舉咗芬蘭數碼化失敗嘅兩招論證辯題，但係有一個過程中嘅失敗，唔代表係個弊處。例如科技發展嘅過程中都有好多失敗，但係呢個失敗又唔係一個弊處，更引領我哋前進嘅經驗。再講芬蘭失敗，佢嘅教育部長都講明，因為太快速咁數碼化，先會導致問題出現。我而家已經調整翻個適合嘅速度，咁所以問題有方，一個太快嘅問題，一個數碼化嘅問題。因此，今日衡量辯題並唔係討論全面數碼化，而係合理咁樣運用數碼化輔以教學，能否有利小學生發展。而我方今日反對辯題基以下兩大原因：第一，促進課堂內嘅學習，提升學生嘅學習水平。由於學校對推行電子學習嘅反應正面，因此教局喺2015年起推行自攜裝置計劃，俾學生攜帶私人流動電腦裝置會考、教局指，咁樣可以俾老師更易掌握學生嘅整體學習歷程。例如根據立法會去年公佈嘅文件指出，絕大部分嘅學校都認同利用電子學習，令學與教方面都有正面轉變，成效令人鼓舞。根據2023至2024年學年嘅調查，超過98%嘅學校表示，推行電子學習之後，學生更主動研究知識，喺學習上面更為自主，亦都加強咗師生之間嘅互動。超過93%嘅學校表示有助提升學生嘅明辨式思考、解難、計算思維嘅能力。99%嘅教師都更具信心使用電子工具去提升學教嘅效能。咁想問下有方，將電子化融入教學，正正就係數碼化教育其中一環。如果今日真係弊多於利嘅，你哋嘅弊處要點樣凌駕？所以就超過95%嘅正面研究結果。第二，促進課堂內嘅學習，打破唔同嘅限制。以往我哋學習一定喺課室入面以面授形式咁樣學習，但係數碼化嘅出現，我哋可以打破地域限制，發掘更多嘅學習嘅可能性。以學習語言會為例，小學階段前係小朋友學習嘅黃金期，人腦當中嘅母語區、布洛卡區會關閉，而現時有大量嘅語言學習軟件，例如 Amazing Talker， 小學生可以尋找導師，安坐家中就可以學習。教育數碼化亦都將學習融入遊戲。5場至聖喬會微光書院嘅教師鄭浩傑亦都分享，有 Nintendo Switch 嘅遊戲附帶導航，一早就上手第一次嘅遊戲程式設計，俾學生可以自行學習編程程式，並設計唔同嘅遊戲，同世界各地嘅玩家互相交流，打破傳統學習嘅框架。因此，今日嘅辯題絕不成立。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覺得玩住咁嘅學習，你開唔開心？多謝各位。反方主辯所用時間為2分55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一副，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算詞。時咪。在座各位嘅副位置先回答翻啱啱主辯嘅問題。啱主辯就問我哋係咪玩開心就可以？但係其實你要數碼化，咁你就令到你嘅核心能力就會下降。所以我方認為就唔可以數碼化。其實今日雙方都知道教數碼化係一個趨勢，難以逆轉。我方亦都同意教數碼化係有好處嘅，但有方利處到底有幾大呢？有方今日就話可以提升學習水平，的確科技進步有好多功能可以令學習更加方便，但要比較利弊，要衡量係咪對小學生最重要。想有方接下嚟比較呢個利處同削弱解難能力嘅弊處，邊個更不利小學生嘅發展？今日有方又話教育數碼化下會
會提升佢哋嘅自主學習能力。我方同意一部分係有用嘅，但同時呢種隨手而嚟嘅答案會令大家減少自我思考，反而不利最終嘅培養終身學習能力。有方利處其實係建基於科技進步對教育嘅正面影響。其實電子化教學有得用電腦，老師用投影就已經足夠提升學習效率。而我哋今日討論嘅係數碼化，係唔單止老師運用科技，係每一個同學都會陸續將數碼科技取代傳統嘅學習模式。利弊比較下，我哋首先要睇嘅係小學階段有咩重要嘅能力係需要培養。我方主辯指出，閱讀能力同埋解難能力係需要培養嘅，而有方主辯都冇否認過呢啲能力係唔重要。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克萊姆森大學坎貝爾教授一直都喺度研究緊閱讀能力嘅重要性。佢表示喺小學教學中，閱讀能力係教學嘅核心目標。學生閱讀能力越高，越能獲得良好嘅學習效果。但數碼化會改變人嘅學習模式。德國心理學家 Max Spicer 就喺《數位痴呆症》一書指出，人類唔單止係眼睛動物，更加係動作動物。當人類係書寫或者用手指計算嘅時候，運動腦區同時都喺度幫助學習。所以，相較於按鍵盤或者喺熒幕上滑動，傳統嘅書寫會讓大腦運作更多嘅腦區，讓學習更深同埋更扎實。呢個問題唔單止我哋睇到，唔少已經推行緊教育數碼化嘅地區都睇到。瑞典去除數碼化，被譽為教育先驅嘅芬蘭一樣咁做。教育長指出，教育數碼化下，學生從生活變成到學習都一直喺度使用緊電子設備，每週超過20小時嘅電腦學習，咁樣就會令到學生嘅專注力下降，情緒變得急躁等。喺2023年底，芬蘭有70%嘅家長同埋80%老師希望可以回復紙本授課。如果你處真係有方講到咁大，咁點解會有咁多人反對數碼化呢？鄰國新加坡2年前決定唔再俾小學生使用電子設備，原因係因為越嚟越多嘅數據發現，數碼設備會影響呢個年紀兒童嘅身心發展。最後想問有方，小學階段培養解難能力重要定係唔重要呢？多謝各位。正方一副所用時間為3分08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一副，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問計算員示意。試咪試咪，試咪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就好擔心，話人工智能嘅出現會令小學生抄襲，影響學習。但 ChatGPT 都面世咗好幾年，我方明白一開始大家有幾擔心、質疑，但時至今日，到咗2025年，抄襲嘅問題到底有幾嚴重呢？再者，今日我哋越嚟越熟悉嘅工具，好似神召會德瑞書院小學部嘅總校長朱子榮表示，今年推出嘅人工智能探索課程，為學生介紹人工智能嘅基本概念同埋點樣去應用。更何況，天主教領導學校嘅校長李安迪亦都指出啦，令學生誠實咁樣使用工具更加之重要。佢指學校將會引入可以調校答案錯意度嘅特製版。ChatGPT 令學生可監管、可控制、可微調嘅框架下學習。再可見啊，學校都有應對方法。最後紐約市於當初2023年喺公立學校禁止學生使用 ChatGPT， 但喺4個月後隨即解禁，表示紐約市公立學校亦將鼓勵支持教育工作者同學生學習並探索呢種改變遊戲規則嘅技術。想問有方同學，上述種種例子係咪正其實可以説明我哋對人工智能唔需要有咁多嘅擔心呢？咁有方同學仲擔心係咪停留咗喺2022年呢？今日有方同學講咗佢哋好多佢哋口中嘅弊處，但其實問題在於，即使今日你哋嘅弊處再多都好，其實有方同學今日你可能都未必證明到啊！你哋嘅弊處係咪要凌駕於我方嘅好處呢？請有方義父將我方所舉嘅例子一一反駁，否則絕對無法論證弊多於利。我哋貼地啲去舉一個例子，以往老師上堂發問嘅時候，同學只可以舉手，老師揀零丁幾個，甚至只可以揀1個同學回答，完全冇任何嘅互動性。但應用程式 Kahoot 可以俾老師自行出題，利用呢個軟件令全班學生同步答題，等人人都可以
以參與。老師亦都可以喺後台收集數據，確知每個人嘅學習成效。而呢個軟件早已經喺教育局嘅策略性運用電子資源中嘅文件被提及嘅。而教育數碼化嘅成效其實係非常之好嘅，正如我方主面所提過嘅立法會文件，其實應該喺2018年起，所有個學校其實已經係表示已經喺教育上面使用電子學習資源，顯示電子教學喺本地其實已經係全面普及。想問有關同學，如果好似有關同學所講嘅咁差，何以全面普及到？另外，文件指學校積極參加教育局提供嘅專業培訓課程同埋回到校嘅支援服務，教師更加之普遍贊同相關培訓可以與時並進，有效協助老師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嘅技能。想問有關同學，負責教嘅老師自己都話幫到手，所以請問有關同學，小學生係咪學嘢會學得多咗呢？強寬執行長指，其活躍嘅用戶都有2900萬人，平台參與人數仲係18億添啊！想問有關同學，咁多用戶用緊，咁直接一評，多謝各位。考生一副所用時間為3分05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二副，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正題嘅書面示意。試咪，在座各位兒婦位置，我哋聽到有方講咗好多利處，要進一步討論落去，甚至做埋利弊比較，雙方必須確立討論利弊嘅基礎。任何一個工具都有佢自身嘅利處，要大家話科技進步冇好處係違反邏輯嘅。我哋今日有電子白板，有電腦，的確我哋學習更加方便有趣。有方就話數碼化可以提高互動，我方承認數碼化的確可以增加學生嘅互動，但其實呢一個利處，老師可以增加課堂活動而達到嘅。退一萬步嚟講，就算真係成立點論證對小學生發展係必須嘅呢。有方仲話數碼化會令學習更加生動有趣，科技進步的確會令到學習生動有趣，但係原來係付出代價㗎。芬蘭教育部發現原來呢一啲數碼化會大大削弱咗學生嘅專注度，唔理佢哋長遠發展。再者，課堂有趣係咪淨係可以靠數碼化呢？增加多啲活動係唔得嘅。想挑戰有方兩點，一啲對小學生發展嚟講有幾咁重要。另外，唔用數碼化，到底小學生缺失咗啲乜嘢？你哋口中嘅利處睇得咁緊要，咁點解芬蘭、新加坡、瑞典呢啲教育發達嘅國家反而做緊去數碼化嘅過程呢？再者，今日忽略教育數碼化，唔單止係眼前，更加係會影響到小學生未來嘅發展。教大人工智能及數碼能力教育中心總監江兆祥都直言，學生會習慣乜嘢都問人工智能，形成依賴，慢慢咁樣就會喪失咗獨立思考能力。數碼化無可避免會更加依賴，如果喺課堂上邊再普及埋使用，學生就會更加習慣咁樣做。而小學係要培養獨立解難能力嘅重要階段，比起解決到個問題，點樣解決個問題更加重要。親子專欄作家林航佩儀指出，解難能力係一種重要嘅認知力，結合咗觀察力、想像力，對長遠學習、社交同埋情緒都有好重要嘅影響。想問有方到底認為人工智能係唔係教育數碼化嘅一部分，定係認為唔會對小學生造嚟負面影響？所以利弊比較，有方所講嘅利處，哪怕真係成立，都只不過係對短期有好處，提升學習嘅學習效能、學習興趣，有好多工具，甚至互動教學模式都已經做到，但長遠都離唔開廣泛使用科技係必然發生。然而，呢一個行為有大量嘅研究指出，係會削弱咗小學生最重要培養嘅學習能力。要有利小學生發展，有方必須要論證到底數碼化下可以點樣處理呢一啲問題，先可以論證利大於弊。我方今日比較嘅準則就係對小學生嘅核心能力，有方打咗2個辯位，一個都冇講到嘛。到底你哋嘅準則係乜嘢？最後想問有方同學，核心能力錯過咗小學階段嘅學習，對長遠發展有冇負面影響？多謝各位。正方二副所用時間為2分59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二副，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正向計時員示意。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採用咗芬蘭同埋新加坡嘅例子，去指明其實教育數碼化會對
學生造成一啲負面嘅影響。但係其實芬蘭呢一個問題，其實係因為佢哋太過急速去數碼化。我方今日主編都講咗，而新加坡呢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哋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咁呢個問題根本就唔係關於教育數碼化有嘅問題，所以今日有方同學講嘅所有論點根本就唔成立。今日老師可以喺後台收集老師嘅數據，確定每個人嘅學習成效。呢啲軟件，教育局已經係混入咗去策略性嘅運用電子文件中被提及。咁今日嘅教育數碼化成效焦點若揭，承接我方主編講過，呢啲嘅教育數碼化呢立法會文件於2018年起，所有學校均已經表示喺教學上已經全面普及。想話有方同學如果真係咁差嘅話，可以全面普及到。另外文件又指，學校積極參加教育局提供嘅專業培訓課程同埋學校資源服務，而老師更加普遍贊同關於培訓嘅與時並進，有效咁協助老師運用資料同科技提升學與教嘅功能。想話有方，如果今日負責嘅老師都話自己幫到自己手，咁想話有方同學小朋友係咪學到多啲嘢？其實而家現時人工智能已經可以幫老師改作文，人工智能用中文批改工具毛筆，目前已經於全港近8間中小學試用，短喺2-3個月已經可以成功批改到3000篇學生嘅作文。毛筆收納大量以往學生嘅作文，透過呢個資料庫系統可以自動批改，作出一個更準確嘅個分數同埋個性化嘅評語，提高學生嘅寫作能力同埋成績，亦都可以減輕老師嘅工作量。資料庫收錄嘅大量作文以及佢嘅評分，可以用嚟做大數據，客觀咁為學生咁評分，絕對可以好精確咁樣分析學生嘅文章嘅水準。而老師需要長期時間去累積經驗，先可以準確咁評分。就係因為人工智能唔需要時間都可以做到，正就係因為教育有數碼化到，所以先可以利用大數據去分析，所以為老師節省時間，為學生提供更準確嘅評價。想話有方，咁呢啲係咪可以協助提高到學生嘅學習水平呢？其實睇翻2016年9年前嘅教聯會嘅調查，其中超過60%嘅學生認為電子學習能夠減輕到學生嘅學習壓力。超過70%嘅老師認為電子學習可以促進到教與學嘅互動，啟發自主學習。而學生同老師均認同電子學習可以設計更多嘅學習情景，拓闊學生嘅學習空間，提升學生嘅學習動機。可見喺9年前做嘅調查同立法會而家做嘅調查相差無幾，咁樣正係可以反映於教育嘅數碼化嘅循路上，無論以前而家都有一個正面嘅結果。多謝各位。反方二附數時間為3分09秒，無超時無需扣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發言必須交替進行。各隊有2分鐘發言時間，先由正方開始發言。試咪。有方同學，你認為小學階段培養咩能力係最重要嘅呢？有方同學，我哋係培養學習能力，但係問題就係今日我方所着重嘅係我哋係一邊學習一邊遊戲，咁咪學習得更好咯，咁咪培養學生興趣啊嘛。仲有方同學一條問題，如果教育數碼化弊多於利，係咪乜都打唔贏，翻去80年代教書係最好呢？方同學想問下你哋啦，你哋話咩一邊學習一邊遊戲，有啲研究顯示啊嘛，嗰啲遊戲同教育數碼化有關係㗎。有方同學遊戲而家同教育數碼化有關係，一啲電子遊戲可以幫助老師收集啲同學嘅學習能力同埋數據。咁所以有方同學，你回答翻我方嘅問題，係咪要翻去80同90年代教書嘅方法最好呢？唔係，我哋回翻以前用傳統書本已經得啦，唔需要用80年代咁古老嘅。咁想問有方同學啦，培養學生喺小學階段培養學生核心能力重唔重要？有方同學梗係重要啦，但係有方同學你保唔保證到你喺學生核心能力嘅同時係會沉悶呢？
有個同學今日我方見到荷蘭有報告指出，佢哋就係因為數碼化之後，就影響咗佢哋嘅專注力，從而下降不利長遠學習。有方點回應？有個同學，我方今日由主變到1到2副已經講咗，係因為佢哋長時間過度使用，太急速推行教育數碼化，先會有呢個嘅問題出現。咁所以話有個同學，如果冇教育數碼化，我哋點樣喺疫情嘅時候停課不停學呢？特殊情況、特殊環境，我哋而家係冇疫情㗎嘛，咁又需唔需要教育數碼化呢？我同學，我哋核心問題咁嚴重，你哋而家用教育數碼化，就會令到佢哋核心能力下降。有冇同學咧認唔認到呢個問題存在？即係今日由方同今日係唔肯承認，我哋今日教育數碼化喺疫情裏面幫到好多同學停課不停學。有冇同你承唔承認呢個事實先？方同學冇話過嘛，去疫情期間我呢個係唔好，我話而家係冇疫情，而家話唔需要咯。再問有方同學啦，我哋講咗，我哋方今日講重複咗好多次啦，教育數碼化係削弱咗佢哋核心能力，有冇睇唔睇到？睇到又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有冇同學我都唔明白，有冇係邊一個方面會削弱到佢哋核心嘅能力咯？美國大學一個教授已經講咗，閱讀能力係一個教學嘅核心目標。咁其實如果你而家小學階段你唔培養呢個閱讀能力嘅話，你去到下一個階段嘅學習，咁從而就讀唔，你就會書你就好難去理解，咁其實就會從而覺得佢哋核心能力啦。咁我再問有方同學啦，芬蘭、瑞典、新加坡嘅教育局都淨係喺度去除數碼化，有方見唔見到？唔係有方同我方主變同二副都回應咗有方同呢個問題，咁呢個就唔回應。咁話有方同學又話，我方今日都冇講，我今日我方幾時有講過要用電子化？將個教育數碼化去取代我哋閱讀先。有方同學想問下你哋啦，你哋比較利弊嘅準則係乜嘢？咁有方同學請有方同學正面回應，我哋係咪今日我方幾時有講過我哋係用教育數碼化取代閱讀？請有方同學正面回應。今日我方見到教育數碼化之後，佢哋嗰啲同學嘅閱讀能力就會下降。我方見到有報告咁講先同你哋講㗎嘛。請有方正面回答我哋，你哋比較利弊嘅準則喺邊度？有方同學，我哋比較利弊嘅準則就係利多，即係啲利處係好過啲弊處。咁想話有方同學啦，你上學嘅時候，你哋會唔會覺得悶？唔會有方同學，你哋話利處多過弊處就係啊嘛。咁請講出你哋嘅利處同我哋嘅弊處比較咯，比較下你哋嘅利處可唔可以凌駕到喺我哋嘅弊處上邊？咁有方同學回應翻有方同學，其實今日我方一副已經講之前我啦，佢今日喺講咗，跟住呢個兒童嘅心理研究咧，其實6至8歲兒童即係小學生啦，其實佢上堂嘅專注時間只得係數十分鐘啊！有方同學，咁我舉咗資料出嚟，咁我哋係咪需要教育數碼化，俾一啲嘅遊戲，俾一啲嘅一邊玩樂一邊學習先？有方同學，你哋話有利處就可以做㗎嘛？咁其實係咪佢哋喺學校跑其實可以強健身體㗎喎？多謝各位。有方同學喺學校跑唔係，你係自由辯論環節已結束，而家進入結辯準備環節，雙方有2分鐘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已結束，而家有請反方結辯。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器示意。示威示威。在座各位大家好，教育數碼化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隨住科技進步，教育數碼化亦不斷與時並進。好耐以前仲係用緊黑板寫字，到我啱啱升上小學嗰陣，用緊投影機投落個白色屏幕度，但老師喺上面唔可以寫字，我哋亦都唔夠高拉個屏幕落嚟。但時至今日已經冇晒呢啲限制，黑板都變晒做電子屏幕，喺上面寫咩都得，睇咩都得。教育數碼化已經行到呢一步。如果咁多位評判行翻入自己嘅小學，可能都會發現，原來學習環境已經不知不覺改變咗好多。所以話，教育數碼化係一條不斷前進緊嘅直線，但有方同學只係停留喺呢啲直線上面某一啲點上面，然後就將呢啲點大做文章，講到教育數碼化有幾多弊處，但係呢啲點根本就阻止唔到呢條線繼續向前行。而我方今日睇到嘅係不斷向前行嘅呢條直線，原來可以改變小學生嘅發展，帶嚟我哋一個全新嘅未來。科技一直發展，一直改變緊我哋人類嘅生活，我哋冇可能抗拒呢啲科技，唔善用呢啲科技於我哋嘅學習之中。當然，冇人會知道一樣新嘅科技數碼化咗之後會有啲咩嘅結果，所以政府先不斷喺度做培訓，不斷喺度攞經驗，去調整教育數碼化嘅方向。而今日有方係咁用唔同嘅國家失敗嘅例子去話數碼化係弊多於利，但係呢啲只係過程，做任何事都會有失敗嘅時候，所以呢啲係過程唔係弊處。但係今日有方所講嘅弊處根本就唔嚴重，反映唔到俾我哋睇教育數碼化係帶領緊我哋小學生朝向一個唔好嘅將來。有方同學論證唔到佢哋嘅弊處凌駕於我方嘅利處，正如我方數咗好多嘅例子數據。第一，改變教育設備可以幫到小學生學習，有方冇反對。第二，小學生自己都覺得利用電子學習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學習興趣，例如遊戲化學習，有方冇反對。第三，教育數碼化可以鼓勵到小學生於課堂外嘅時間都做到有效嘅學習，例如學外語咁，有方冇反對。第四，老師可以利用教育數碼化去收集學生學習嘅數據，更容易調整自己嘅教學，令小學生學習得更好，有方冇反對。第五，老師可以利用數碼化後嘅工具去輔助自己備課、批改作業，令教育質素提升，有方同學都係冇反對過。所以今日我方講嘅好處，有方同學根本就反對唔到，但有方同學所講嘅，我方負面已經一一反駁。咁今日有方同學，你又點樣說服大家教育數碼化係弊多於利呢？因此今日辯題絕不成立，喺呢個科技急速發展嘅時代，反而唔好好利用科技，咁先係弊多於利。多謝各位。反方辯辯所用時間為3分07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結辯，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器示意。示威，學海無涯苦作舟，在座各位要喺知識嘅海洋入面遨遊，要前進，從來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今日雙方最大分歧在於，有方認為要到小學生好，就等於要佢哋游得快啲，而我哋係希望各位同學可以游得穩啲。喺學習嘅海上，我哋好彩，從過去好似龍舟咁差，到機器今日發展，今日科技發達到我哋金剛掣就可以去任何地方。有方認為科技就等於好數碼化下，小學生增加學習機會，甚至增加學習效率。但如果不斷進化就係好，點解有報告提醒教育機構唔好盲目追求數碼化呢？如果今日討論嘅係高中生甚至大學生，數碼化可能影響唔大，但係今日嘅辯題主角係一班小學生，要透過自己出海，不斷鍛鍊自己，強化自己，
學海遨遊嘅能力。大家可能覺得多咗就等於好咗，但學習對於我哋嚟講，好多時唔單止係追求結果，更加係過程。傳統模式可能會慢啲，冇咁有趣，但係對大腦發展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更好。教育嘅議題對小學生嘅利弊，從來都唔應該用邊個方法快就去思考，更應該思考邊個方法可以令學生獲益良多。利弊比較，要有效先處理學生嘅發展要咩？有方純粹講數碼化教育有咩作用，但問咗全場小學生成長發展最需要啲咩能力？有方今日提出學校嘅例子，根本唔可以論證到小學生嘅發展有密不可分嘅關係，甚至自由辯。有方都承認閱讀能力、解難能力重要，但係教育數碼化下扭轉唔到對學生嘅弊端。學海同現實大海一樣有風有浪，曾經每個學生都需要努力培養迎風破浪嘅能力。希望有日冇咗導航，冇咗身邊嘅動力，都可以喺知識嘅海洋入面遨遊。教育數碼化嘅進程陸續喺各個國家推行，連香港政府都唔例外。但從岸上睇，有好多曾經前行嘅船都陸續返航，證明呢個方向風高浪急。如果一個國家退卻，可能只係個別例子，但芬蘭、瑞典、新加坡都曾經花巨資去推行。點解大家都不惜代價翻去傳統教育模式呢？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一葉小舟如是，教育前進嘅速度都係一樣。多謝各位。正方嘅辯所用時間為3分04秒，冇超時，無需扣分。喺宣布賽果之前，有請各位今日對賽雙方嘅表現給予寶貴意見。先請第一位朱旭升先生。Hello， 大家好啊，係啊，喂，食咗嘢未啊？大家？哇 ，OK，唔緊要，咁我講快少少，係啊，費事大家摸親咁樣。咁咧第一件事先講正方先啦，咁樣。咁啊，正方嘅主線咧，其實都頗為簡單而且係全面嘅，我覺得係你哋 focus 咗喺小學生嘅身份角色上面，就同我哋講翻，其實小學生入面最應該要做嘅係啲咩咧？就係要打好底，要打好底咁樣先至能夠終身學習嘅。例如啲咩？例如可能要練好佢哋嘅閱讀能力啊，同埋解難能力等等。係啦，同埋如果你冇咗呢啲能力嘅話，係會不理學生嘅喎。咁樣呢一個方面，我覺得係幾好嘅 set up 係啦。至少係我聽，因為呢場題目今場第2場啦，而上一場嘅正方其實都係冇提出呢啲嘢，咁我就會略顯咗啲可惜。咁今場有我就覺得係做得幾好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先講做得好嘅地方就係今日正方其實係用咗好多例子去同我哋去不論係正反雙方都好，其實今日用過好多例子嘅，例如啲咩？例如正方。今日我印象幾深刻嘅係正方一副所講，又覺得個心理學家佢嘅報告係話傳統書寫係會好過電子學習嘅喎。係啦，咁which is 我覺得呢啲醫學報告係用得恰當嘅，而且係用得唔錯嘅。咁但係要留意嘅係去到後場咧，其實我會聽到你哋其實係咁重複你哋前場面嘅説法，而導致到我會不斷咁樣喺度諗緊，咦？你哋會唔會有新嘅説法？你哋會唔會有新嘅説法咁樣？咁但係其實到最後冇係有啲可惜嘅，係啦。咁但係整體而言，我覺得今日正方係
推進主線上面係做得幾好嘅，係啦，係推進主線上面係做得幾好，而且係真係去講到啲嘢出嚟嘅，係啦，同埋結變位置結變位置就講咗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我哋要有效而唔係要高效去幫小學生學習，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概念其實係易付出咁樣會易付早少少出會更加好，因為係能夠去帶出令到個評判去諗起個重點，諗起個 picture 咁樣，然之後個結變個願景再推遠少少咁樣會更加好嘅，我自己認為。好，咁啊到反方反方嘅主線咧，亦都係好簡單清晰嘅，就係因為而家用科技去學習咧就係大勢所趨啦，所以咧用科技學習咧能夠去提升學生嘅水平啦，仲可以訓練自主學習，仲可以多元學習添，好唔好啊咁樣？我覺得係作為今場反方而係十分之正路嘅，咁但係今日反方先講做得好嘅地方，做得好嘅地方又係同正科一樣，都係舉咗好多嘅例子啦，係啊，例如係對比起以前上堂答問題嘅時候，咁老師淨係可能問一兩條問題咁樣，咁佢可能冇得問晒全班學生噶嘛，咁但係而家有電子嘅時候，咁其實學生只要去個 page 嗰度，然之後再去做嗰份功課，咁其實係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嘅喎，咁樣，咁其實呢啲例子我覺得係舉得幾好嘅，係都幾貼地，而且都係現實之中會發生嘅例子嘅。咁但係要留意嘅係，今日我唔係好聽得出反方去講，就係話到底呢一個轉變所帶嚟嘅，你哋想第一件事就係呢個轉變所帶嚟嘅實質利處到底係啲咩咧？即係除咗佢哋能夠自主學習之外，咁同樣地，我一聽正方去話啲咩專注力下降啊呢啲咧，我都係認同嘅。咁但係反方今日咧就欠缺對呢一方面嘅回應，我就覺得係兩件有啲可惜嘅，係啦。咁其次嘅係第二樣嘢就係、好啦，你哋今日想教育數碼化之後嘅小學生成為一個點嘅模樣先？係啦，你哋覺得一個接受完教育數碼化呢套系統嘅小學生，佢哋讀完書出到嚟之後係一個點嘅人先？會唔會係十樣全能咧？定係佢哋可能好識得利用 AI 嘅咁樣？係啦，呢一啲願景我都希望反方去講得清楚少少嘅。係咁，我嘅評語係咁多。咁跟住落嚟咧就交俾其他評論。感謝張先生，而家有請李小姐。Hello， 大家好。頭先評判都講咗好多啦，咁我補充少少就得啦，我都唔講咁多啦。咁首先正方咧，蘇我覺得成條線都好貫徹始終嘅，你哋都唔係話4個人4份稿咁樣啦，咁好開心啦呢一樣嘢。咁再嚟就係主1、2、4個咧都好強調小學嘅核心能力，即係閱讀呢一樣嘢啦。咁亦都舉出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去講話點解佢咁重要啦，啲假能力會下降啦。跟住去到結辯位咧，就有講到結辯位講咗個好重要嘅一句咧，就係有個反方係覺得快係好，但係你哋覺得穩係好。咁呢一樣其實我覺得都等於你哋成條線嘅，但係唔應該淨係結辯先出呢一樣嘢咯。呢個 concept 其實更加應該由主辯開始慢慢授俾評判知，而唔係最後嗰下先由結果出嚟。我會嫌有啲太遲啦呢一樣嘢。同埋正方一樣嘢幾好係你哋會代入翻自己小學生呢會代入翻香港小學生呢個角色啦。覺得小朋友最需要喺學習上最需要一啲乜嘢技能先可以穩步咁樣踏上去中學甚至大學，呢樣嘢幾好嘅。跟住係啊，正方鬆花我覺得冇乜太大問題。唯獨是正方二副咧下次讀稿嗰陣時讀一讀啲字，如果唔識讀嘅話，盡量揾真啲。瑞典呢度俾佢瑞典，留意翻呢啲辯論上最好唔會出現呢啲嘢啦。咁反方咧
反而我覺得主辯同結辯咧係有少少連貫咗嘅，因為主辯咧佢有講到話呢啲失敗係咪真係失敗咧？科技都一定會失敗嘅喎。去到結辯其實都有 call 到呢一樣嘢嘅，咁我覺得幾好啦呢個。咁咧你哋都有講到咧我記住你哋一個講法咧，就係因為正方咧係會講好多唔同國家嘅例子啊，例如芬蘭啊、新加坡啊呢啲，你哋就可以好快咁樣講得出啊，佢哋失敗嘅原因唔係因為數碼法本身，而係因為佢哋點樣去用，係用嘅人嘅問題，所以數碼佢哋喺嗰個國家發展嘅時候先會出現問題。我覺得呢樣嘢幾好嘅，同埋3D 啦，3D 嗰陣時，你哋反方可以講得出80-90年代面壁對面啦，跟住又有好多疫情啦，嗰啲兩個例子都幾好嘅，同埋都講得出話同時8歲嘅專注力比較低，啲時長係短啲啦，所以應該要遊戲時學習，等啲小朋友可以更加投入咁樣去學嘢，我覺得呢個都唔錯。咁但係反結咧？的確嘅，你講起 projector 同埋電子白板呢一樣嘢，我都會諗一諗自己小學嗰陣時同而家對比究竟係點樣嘅。不過呢個課室就都仲係好傳統啦。咁但係咧我就雖然咧你最後係有總結到好多對面冇駁到你嘅例子咧，係有好歸納嘅。咁但係咧我就嫌你冇喺自己呢一方嘅願景係點咧？你想最後你用到數碼化發展之後，小朋友會獲啲咩利處？佢之後會點樣咧？呢一個你冇講到，就有少少可惜咯，係啦。大概就係咁，係啊，唔該大家。李小姐，而家有請陳先生。好，大家好，咁先讚咗大家先。我覺得呢場咧，雙方無論資料上邊啦，係揾得好充足嘅，即係正方會列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啊、數據啊，但係反方你都會睇過正方嘅一啲數據啊，跟住你都會有自己一啲數據咁樣啦。跟住喺成場比賽嘅每一個位置啦嘅 present 都係好流暢嘅，講嘢都係好順暢。咁呢啲係好值得讚嘅地方嚟。咁呢場比賽都幾好睇。咁但係咧就要講一啲雙方可以進步少少嘅地方。我覺得今場咧雙方最大嘅分歧咧，即係我自己嘅判斷啦。雖然咁樣可能透露咗我嘅票係幾啲，我自己最大嘅判斷咧，其實係在於你哋點樣去定住條辯題利弊比較嘅呢個標準。而我覺得正方稍為做得好啲，即係反方你有全場喺唔同嘅位置咧不斷去質疑究竟正方自己對於利弊比較嘅標準係乜？點解你個弊就一定大過我個利啊嘛？但係其實正方係有解答到你嘅。就係佢覺得佢嘅弊處咧係一種學生一定要兼備嘅能力，係一種核心嘅能力。但係你哋嘅利處咧就只係一個利處嚟嘅啫。咁學生係咪冇咗呢個利處一定會讀唔到書咧？係唔一定嘅，即係至少喺你哋嘅論證底下唔一定啦。所以喺呢一個位置上面咧，其實正方嘅防守係做得好少少。佢真係有解釋到點解佢哋嘅弊處對學生影響咁大。但係正方喺呢一個位置反而有啲缺乏嘅，即係你講嘅利處係好合理嘅。對一個學生嚟講，上堂咧係要有趣味。對一個老師嚟講咧，係有啲數據嘅調整佢嘅教學嘅。但係個問題係冇咗教育化嗰個數據對個老師嚟講有幾大影響咧？係未必，即係解釋得未係好清楚。再去到一個小朋友，如果冇咗個趣味性，實際上對佢學習嘅效能嚟講或者能力嚟講有幾大嘅落差咧？呢個位都未係一個好突出嘅比較嘅。所以喺嗰個重要性上面咧，呢個位置嘅解釋咧就稍為爭少少。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雙方對於想點樣教一班小學生咧，呢個位講得未係好好嘅，而反方係比較蝕底嘅，所以講咗反方先。因為咧你哋嘅標準咧，其實我覺得係幾巧妙地有一啲設計入邊嘅。你哋嘅標準咧係話，我哋今日唔係審視全面用數碼化去教學，對學生嚟講利大於弊嘛，係審視喺合理嘅情況下用數碼教去對小學生係利定弊嘛。所以你哋喺唔同嘅例子上面會不斷拆解，可能芬蘭咧只係教得太快啫，新加坡只係太過度數碼化啫，所以佢哋都係啲做得唔好嘅數碼化。如果做得好嘅數碼化咧，對小學生嚟講就好好啦。但係個問題係做得好嘅數碼化乜嘢咧？其實喺呢場指導係冇講過。所以呢個位比較蝕章嘅位置咧，就係你哋喺削弱對方嘅弊處上面咧係做得好好嘅。即係你會拆解到對方唔同嘅例子，或者喺唔同嘅弊處上面都可以防守到話，其實你嘅弊處未必係咁弊嘅，但係個弊處係咪一定唔會出現咧？又未必係，因為你哋冇解釋到喺乜嘢情況下個弊處唔會出現，或者喺乜嘢情況係用到會出現你哋講嗰啲利處咧？其實呢個位置都未解釋得好清楚，你哋講唔到一個咩合理運用，即係你哋標準入邊講啦，我哋合理去使用數碼化對學生利大於弊嗰個合理使用係乜嘢情況？即係譬如
你哋喺自由辯嘅時候咧，開始有多啲解釋嘅。你哋會問點解今日數碼化一定係取代咗閱讀能力咧？係唔一定噶嘛。咁最簡單個體現就係你哋會有講卡夫呢個應用程式啦。咁卡夫一個應用程式係學生當一個活動咁樣去答題嘅啫。咁可以答完題之後繼續讀翻，用翻書本去學習嘅。所以你嗰個數碼化喺個課堂上面可以點樣使用？理論上係個老師可以控制嘅。即係即係喺場上咧，正方都會有講啦，佢都覺得一個課堂嘅趣味性好重要嘅，要吸引到學生嘅注意，佢都話要有活動嘅。但係個問題係個活動形式點解唔可以一個數碼化嘅活動形式咯？用完呢個數碼化活動咪再翻去用傳統嘅書本繼續上堂咯，咁都係一種數碼化同學習融合嘅一種教學方式嚟。但係問題係呢一種教學方式咧，喺你哋反方嘅世界其實冇清楚話到俾我聽你哋想點教，咁就會好多時候我都要靠自己研究。究竟你哋講嗰種合理運用，去用幾多程度叫做合理咧？係咪要完全取代晒書本先叫合理咧？或者完全唔用淨係用書本上堂先叫合理咧？呢個位置有一個好大嘅疑問。所以喺個你哋自己主線嘅建構上面就永遠站得好穩。你哋喺削弱利處上、將弱弊處上面做得到嘅，但係喺建立自己嘅標準上面合理使用呢個位置就未必做得好好。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點解反方喺研究願景上面係有少少市場。咁其實正方咧，我覺得你都要諗多啲咧，你哋想點樣去教好啲學生。咁當然呢個位咧，你哋喺場上面必須要講嘅，要諗咩意思咧？就係、其實今日反方咧都會有問你哋嘅，你哋都唔係咁識答嘅。佢問你咁係咪要翻去80年代，大家用傳統最好嘅教學模式就最好啦？你哋嘅講法就唔係，我哋用翻書本。咁用翻書本同80年代嘅教學模式有咩分別咧？我係唔知嘅。你哋嘅話，你哋都覺得學校咧要設計唔同嘅課堂活動去提升學生嘅趣味性。咁唔用數碼化有咩活動咧？我都係唔知。但係當然呢個位咧，你哋唔係一定詳細講出嚟，但係你哋喺設計一條主線嘅時候要諗，因為佢係一個你哋反駁嘅防守嚟嘅。因為你哋，我覺得你哋喺設計嘅時候都有預估過，對面會講一啲類似趣味性啊，類似一啲學習性嘅嘢啦。咁你哋既然有呢一個預估，你哋有諗過呢樣嘢，你哋就可以諗多少少。實際上，如果唔依靠數碼化，仲可唔可以做到而家數碼化帶嚟嘅啲利處咧？例如你要一個課堂增加互動性，除咗卡夫之外，有乜嘢其他形式可以增加互動性咧？例如頭先佢講啲數據嘅收集，你哋會好明確咁解釋咗，就算個老師使用嗰啲人工智能都唔叫數碼化，你要融入教學度俾學生用先叫數碼化。咁會唔會淨係老師上邊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軟件去幫助去收集啲老師嘅數據咧？譬如佢收咗份學生手寫嘅卷，可以 scan 上電腦，然後俾人工智能分析。即係我唔知現實可唔可行啦。但係就算唔同嘅位置，其實你可以諗多少少，實際上有咩唔同嘅形式取代咗而家反方所講嗰種數碼化，但係仲做到數碼化嗰種利處，咁咧成個防守或者願景上面就做得更加完整。即係包括你講課堂活動，你講要趣味性，而家你要數碼化，咁有咩形式啦？你講到咁咪防守得更好。即係佢講到一啲教學效能嘅提升，咁你講到有咩其他方法去提升個教學，咁都會防守得更好。咁當然點解話呢個場上一定要講咧？佢唔係你哋主線嘅一部分，亦都唔係你哋嘅論定責任嚟嘅。但喺設計嘅時候，你可以諗長嘅少少，去幫你防守。咁呢個係我覺得你哋雙方都可以做足啲嘅地方。呢個係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啲攻擊嘅設計上咧，其實雙方都可以做足啲嘢。跟住出現咗好多大量嘅問題拋咗俾對方，但係冇人收結過嗰啲問題嘅。例如正方不斷問反方，你點睇外國有啲國家不斷反數碼化，退翻去傳統嘅教育模式啦？反方不斷問正方，你點睇而家數碼化普及喺全港？咁所以咧，我嘅問題就係，即係你哋會有好多問題問咗對方，但係你自己對呢啲問題冇一個好好嘅總結。即係你問完一條問題啦，咁外國而家反對嘅數碼化個結果係乜嘢？你想推出嚟個導向最終嗰步，你想得出個乜嘢結果？係冇咗，係欠咗。反方都一樣嘢，即係你話而家全港普及數碼化，你問咗對方啦，對方唔識回答啦，咁呢個點樣收結咧？咁呢兩樣嘢雙方可以諗多少少，就係有時啲問題咧，你係問得好好，你都知道對面係唔識答嘅，咁兩邊嘅問題都問得真係好好嘅，攻擊力係有嘅，但係攻擊完點樣收結翻咧，就係你哋下一步要諗嘅嘢啦。咁呢個係即係兩個最主要嘅問題。跟住再額外嘅少少提醒咧，就係大家我覺得反方即係唔係特別鬧你，即係提醒下你嘅一副咧，你要小心啲聽清楚人哋講嘢。你今日咧有其中一個論點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幫到你哋嘅主線嘅，但係幫得唔準確。你有其中一個論點咧，去解釋點樣合理去使用數碼化，就係你講用
有啲學校開始設計一啲 ChatGPT，佢會有啲調整同埋微調，唔俾啲學生作弊或者唔俾啲學生咁容易上網抄答案或者啲創意嘅題目出現啦。咁呢樣嘢其實係一種合理情況底下使用數碼化嘅利處嘅。但係個問題咧，其實對面冇講過抄襲嘅。如果你有自查嘅，佢冇講過由啲學生攞 ChatGPT 嚟抄襲嘅呢件事。咁如果你講佢攞 ChatGPT 嚟抄襲，然後你防止呢件事，其實有少少唔對序嘅。咁呢樣嘢我哋會稱之為稻草人啦。就係你打咗啲對面冇打過嘅反駁。咁呢樣嘢你要小心，你要聽清楚對方講嘅。咁我冇特別扣你好多分嘅，但係調翻轉呢個位置就未必攞到分，因為對面冇講過嘛。咁你都唔可以話你錯嘅，所以唔會扣你分。咁呢樣嘢要留意啦。第二樣嘢要留意咧，我知打到自由辯論嘅時候咧，大家都好快啦啲反應，但係好快咧都要諗清楚自己啲例子同數據，因為你哋前場講嘅例子應該係芬蘭用緊數碼化，然後開始取消數碼化，去到自由辯論變咗荷蘭啦，跟住反方就好快接咗句，荷蘭我都睇過，荷蘭都係做得太快，咁荷蘭係咪都係做得太快，所以去數碼化咧？咁我係有啲質疑嘅，我前場冇聽過例子嘅，呢個例子理論上應該係芬蘭嚟嘅。咁我估係正方口誤啦，但係正方口誤反方都駁咗一句，佢係太快，咁我就有少少疑問啦。究竟雙方係討論緊荷蘭定芬蘭啦？咁芬蘭係前場講過，我當即係都有解釋過，但係荷蘭呢個新例子係咪就真係太快咧？數碼化咗啦，咁呢啲位置有少少疑問，所以就算自由辯論呢個係叫做快問快答嘅環節咧，有啲例子上面咧都要諗清楚嘅，唔好張口就來講咗一個大家都唔知係唔係。咁呢啲就係一啲再 minor 嘅提醒，咁主要就係咁多啦，時間就交翻俾錯會。多謝三位評審寶貴嘅意見。唔係用嗰個第四屆犧牲小學辯論公開賽半準決賽，辯題係教育數碼化對小學生發展弊大於利。宣佈賽果之前，我哋會先宣佈最佳辯論員。今場最佳辯論員為正方一副吳定儀同學，本場賽果為2-1，由正方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勝出。兩隊同評判一齊可能影張大合照先，可能企喺前面呢一度。又或者兩邊嘅同學咁就正方企翻呢度。正方出埋嚟呢度影。係啦，咁一齊企喺度一致嘅情況咁影。OK。